宝贝的启蒙书，贝安斯坦熊数算恩典，作者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当小熊出了家门，看见新奇的世界，就很容易忘了自己本来拥有的好东西。妈妈，有一天放学后，熊妹妹说：“今天下午我可以去丽兹家玩吗？”“可以。”熊妈妈说，“不过不要玩得乱七八糟，给丽兹的妈妈添麻烦哦。还有，记得准时回家吃晚饭。”熊妈妈望着熊妹妹，踏着轻快雀跃的步伐，越过小山坡到丽兹家。她叹了口气，她很清楚熊妹妹回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，而且不止从丽兹家回来会这样，当她从安娜家、昆尼家回来都一样。熊妹妹总会抱怨，安娜在她房里有自己的电话，或是昆尼在她房里有自己的电话和自己的电视。不过，从丽兹家回来的抱怨总是最多，因为丽兹有最齐全的芭比熊娃娃收藏。但是你也有一个芭比熊娃娃啊，熊妈妈会说。而且你的芭比熊的衣服很可爱。可是丽兹有好多芭比熊娃娃，熊妹妹抱怨道。她有时尚芭比熊、超级运动员芭比熊、热带芭比熊、机车芭比熊，还有新婚芭比熊。新婚芭比熊还有一整套的结婚礼服配件。这时，熊妈妈总是会说：“拜托，妹妹，我已经听够关于丽兹家芭比熊娃娃的事了。”熊哥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。当然，熊哥哥的问题不是芭比熊娃娃，而是熊熊电动游戏机的电动游戏。每次熊哥哥从费迪表哥家回来的时候，总是会说：“你应该看看费迪表哥有多少电动游戏，他有太空复仇者、火箭漫游者、神枪手。”然后讲个不停。熊爸爸从店里回来喝茶休息时，熊妈妈看了看四周，问熊爸爸：“熊哥哥跑到哪里去了？”“刚刚熊哥哥问我可不可以去费迪表哥家，我跟他说当然可以，他会准时回家吃晚餐。”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雷响。熊爸爸接着说：“看来暴风雨就要来了。”没错，熊妈妈心想，现在熊妹妹在丽兹家，熊哥哥在费迪家，暴风雨一定会来的。一场抱怨丽兹有多少芭比熊娃娃，费迪有多少电动游戏的暴风雨。熊妈妈光是用想的就开始心烦了。但随着雷声越来越大，暴风雨越来越近，她开始担心起来。她正要打电话请大人帮忙把小熊送回家的时候，就听见他们从门口回来的声音。他们正好赶在下雨前回家。没过多久，抱怨就开始了。丽兹刚买了一个骑士芭比熊，熊妹妹说，是最新的，
还附有骑马装和一只美丽的马。那算什么？熊哥哥喊道。费迪表哥又买了3个全新的电动游戏，3个耶！你们2个听着，熊妈妈说，我不想再听到你们抱怨自己没有的东西了。你们应该开始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感恩，这叫做数算恩典。像是什么呢？熊妹妹问道。对啊，熊哥哥问道，像是什么？就在这时候，一道很大的闪电打了下来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响，然后就下起滂沱大雨。小熊们并不害怕闪电和打雷，不过这场暴风雨看起来好像会变得很大，所以他们有些紧张。这个嘛，熊妈妈说，就像这栋温暖舒适的房子，它保护我们不会被风吹雨淋，这就是一个恩典。这时雨下得更大了，风拍动着窗帘，把雨吹进了屋里。熊妈妈和熊爸爸急忙跑去关上窗户。接着又是一道闪电，一阵雷鸣。而且我们拥有彼此，熊妈妈说着，把小熊们搂在一起。这又是另一个恩典。这时，一道最大的闪电照亮了整个天空，接着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雷声。妈呀！熊妹妹大叫，跳进了熊妈妈的怀里。救命！熊哥哥大喊，跳进了熊爸爸的怀里。而且你们有爱你们的爸爸妈妈，熊妈妈说。这时电灯开始闪烁，闪了几下之后就停电了。而且你们有个会在壁炉生火的爸爸，熊爸爸说。没过多久，壁炉里就燃起令人愉快的温暖炉火。还有会在炉火上煮热可可的妈妈。熊妈妈边说边在炉火上挂起了一个锅子。很快的，他们一家就坐在壁炉旁的火光中，喝着香浓的热可可。多棒的恩典！暴风雨越来越强烈，闪电越来越亮，雷声越来越震耳。那道闪电好像很近很近。熊妹妹说。别害怕，熊爸爸说。闪电至少还有5000英尺远。你怎么知道？熊哥哥问道。很简单，熊爸爸说。声音比光走得慢很多，所以当你看到闪电时，就开始数秒数，1、2、3，直到听到打雷为止。每一秒大约是1000英尺远。这时刚好又出现一道闪电，小熊们开始数起了秒数，1、2、3，到了4的时候，就听见一阵超大的雷声。那道闪电大概是4000英尺远。熊妹妹说。完全正确，熊爸爸说。
屋外暴风雨持续发威，但在他们坚固的大树屋里，贝安斯坦熊一家既舒适又温暖。暴风雨越来越大，他们喝着热可可，数着闪电的秒数。数算很有效果，让小熊们能安心下来。熊爸爸还向小熊们解释闪电和打雷的原理。闪电是一道电光，穿梭在暴风雨云之间，并且燃烧掉了空气。当其他地方的空气冲进空气被烧光的区域时，就产生了打雷的声音。这些解释也很有帮助。渐渐的，暴风雨缓和下来，雨越来越小，最后终于停了，电灯也亮了。贝安斯坦熊一家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时，熊妹妹又开始数起数来。你为什么还在数呢，亲爱的？熊妈妈问道。暴风雨已经停了。我在数你说的啊，妈妈。她说。我正在数算我的恩典。于是，当熊爸爸在摆碗盘，熊妈妈在煮晚餐时，熊妹妹上楼去和她的芭比熊娃娃玩，熊哥哥则开始打电动游戏，想要努力闯到下一关。亲爱的，熊爸爸说，小熊们的生日和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，关于给孩子们的礼物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，也许送个新婚芭比熊给熊妹妹，几个新的电动游戏给熊哥哥也不错。熊妈妈说：“你觉得如何？”我想，我们也应该来数一数我们的恩典了。熊爸爸说：“